今年10月尾喺中環發生一宗涉及棚架防護網嘅火警，涉案人士擔心佢哋嘅棚架防護網會被抽查檢驗，為應付檢測，涉案人士喺同一間嘅本地供應商以每卷100蚊購買115卷，約3700平方米。呢批防護網係達阻燃嘅標準嘅，咁佢哋就將呢啲防護網就裝咗喺每棟樓宇嘅棚腳嗰度，意圖魚目混珠，成功喺往後嘅測試結果獲得合格嘅結果。因為有啲嘅遺體咧已經係變成灰燼啦，所以咧我哋都唔排除咧最後咧未必能夠將所有失明嘅人士係帶翻出嚟嘅。